非冤死上在曹操敢求天恶，下我落雨烈子上马，且狂夫下马操军属，要都恢复中原，奈何三死不忠？一个今番曾是你的意，为何特为逼君配？朝廷偏欺恶与风，你比肩儿同无公子配。新春意外断桥边，放你心内记一家配。三十多中，只有才长生一片千关门，我有心千里投边在，本关内可愿在此愿避开。一路塞门开是言语在，哪怕是谁负从军无不为。完美一个。副官，母亲，父母，副官，你们今天一早就不在房中，到哪里去了？秦氏玉姑一直郁郁寡欢，今天她说有了心思，我们遂一起到郊外赏梅去了。哦，上梅去了。伯母，玉姑今天文思贤用，还写了一首咏梅的好诗名。副官，你乐邦行惠，但也不能昧着忠敬三世，事无见证。这是谁的旨意啊？母亲，是孩儿家要完美赏梅切磋，母亲莫要责怪。好了好了，副官，你忠告堂兄，高升吏部之事，反为故里，别在深院使用当实业，外特地送来了一客请柬。你弟弟不在家，我们母子理当赴宴。小爷进去禀报我这少爷，是我们累了。母亲，从高头靠近快才得步步高升，逃不动不相为谋，我实是不愿见他。无事，我们的家下一步要朝廷为继承，今日之夜，只靠请忠告将你向朝廷迎接，真的不见。三娘哪里？三娘哪里？忠告，忠告！哎呀，三娘，我的好人，让谁这儿一拜？哎，不必因此大礼啊！副官，快来接鼓，忠告一杯，就为了，就为了。今日你衣锦还乡，真叫神娘刮目相看呐！神娘，忠告当年手上去。
良友曾经一足印，滴水之为涌泉报啊，陈朝之心谢他陆家头子名门望族，从高兄思路通达，三公子在京给死，钦佩钦佩，四声兄顾家了。这位是这位是王室宗亲，赵氏正大官绅，赵大官绅，久仰久仰，请。只是我家武官哪里比得上忠高呢？忠高啊，所以我要靠你多多关照武官呐。孙娘是哪里哇？三弟他不是决定聪明之人，倘使他能生死斗死，这锦绣前程嘛，是我们忠高之辈都方寸莫及的。忠高兄，这我倒要请教请教，何为生死斗死？方才见到第四一岁集中家具，倒能表达我之心思。不妨您来听听。好，休得孤身是孤公，却将心湖是心杂，思酒成年娃。哦，你这一人倒勾起了我的思绪。哦，设身于外妹郊外上妹，与心中一岁始终之意，便是我落雨的生死斗死。好，三公子与郑夫人伉俪长河，早已转为美谈。今日可否请少夫人当众吟诵一组雅兴？武官，此次请压着。好，请。忠高，你请手，请。好好好好好。这样，周夫人赢得更好，真是自怜别恨。孤芳自赏，终不成大器。谁不早来，请这位师兄。母亲，孩儿今日淋雨要事，恕不奉陪。
晓得，我知啦。兄，老夫人，多送一束花这身。不知副通知唐老爷派人来了。夫君这是有要事，莫非举事为此？今天老爷把少夫人、三公子都唤去了。什么事啊？听说要接少夫人、三公子到夫人娘家去呢。到夫宅去，此本大事，夫君怎过问我？看一把白翠长，须道我夫人自己不好讲，先无极品为丞相，公地上是要门将，不是私母孽事一身担，渴望不关己思想，不为他三思不忠心操碎，中特了忠告之间炎凉，儿怎能因为偏僻身边望，大事不与娘商量？为什么问我愿往夫宅去？先不是冬夜与娘贴心肠，老夫人酒菜都准备好了，吩咐下去，等罗大人一到，即刻开宴。是。你去找负责来的人，打听，他们是那边派过来的，还是我们这边叫过来的？是。一个完美，有夫妇人来书信，
愚公，父子远在千里之外，堂上还劳为云奴们追马。我弟弟不愿意请回同朝为官，所以只是外想。方才看了书信，不是已经一口答应了吗？那伯母呢？母亲和心思苦，育儿正在，世家小难根本。所以父母才不愿意为之，倒叫落雨为难呐。那你最是不罪？若生我子，不得不罪。妹妹，你是我时候说服母亲？你们在商量什么事啊？母亲，孩儿正要去禀明母亲。你们也在翅膀硬了，为师实话了，为禀告我这身。母亲，莫非外为总是自私生气，不接种告诉我人心？母亲生气，孩儿备在。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去做。这是你不屈服也，忠告十分不快。故而今日我特地为亲，孝子结的。母亲，神国于子，烦望母亲多多体谅孩儿的处事为人。不管，刚才你为什要向我背责呢？老大人到，快快有请。不管忠告一道，让他好好为你美化美化。见过三娘。哎呀，忠告，不管这是有要事离开，我今日特地请你过来一叙。不管你们兄弟二生，就像当年一样，人事平均，好好续待。忠告兄，请。三弟，你我好久没有一起饮酒了，北来张少年梦，当年你我送公，冷子平时也不好因公追求的中，居中于心中，才知乱子是方真乃是世间与人秘密风，灵魂相近，各问人空。当时今江山残缺，无曾婚前去会情公公。范蠡你无为了，这虽无将之进攻，一片松风向朝中，10年后呀江乱落，全山里你是焚烧殷勤松，焚烧千古事，难舍诚心中。方从
接近公公写了谁事，即刻去余生见我写诗了。哦，今你写什么诗啊？一命来访岳将军，姑父之门一笑声，他是请为本岛妇女放一出情书手。三弟真是在市民间嬉笑怒骂，结成文章，痛快痛快！来，一句一句。三弟啊，记得当年你我拼死论子，你的高见我可铭记在心啊。你说是国有事，功夫在丝袜。三弟，我不准照你所言而处事为什么？功夫在世外之境界，怕是常人难以启齿也。是啊，是啊。世上做人最难的就是我们书生，就是你三弟总有该死在外，算却不要死着。这究竟与死后义，与己后利呀？这就是命，是我们书生的命啊！故事上也有不生命的书生，若与我总算保过父门，但却可受其境，可余生为门的一官本着别可颠倒，好好生死作父。三弟，三弟呀，总算你不愿人命，可我还有一下劝。骂我那种高法，说嘛竞争下是要咱们们逃啊！哦，我上现在何以去做？你道兄罗中高，与我一起受牢杀头。父官，求你，忠告，你三弟他生性倔强，居于广业，还请你多多包涵。生娘，他其实不是盯上于我，分明是顾为了你呀！三弟呀，三弟，你是指一国一灭天子，总有办法在外，用国民之望，愧对祖宗啊！三弟啊，在我孙子面前告辞，忠告，父官，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忠告，辜负于我，莫非你真想死里化解下荒废一生吗？母亲，我是孤为心中少犯病，把父了来视为命啊！保姆，母亲放心，朝廷一路随顺必杀，是黑巧多于忠义之事，自动到下下府原因，孩儿不出赋予谴责。你说什么见证？此次关系孩儿一生，当请爹爹一起杀你。好，去请你父亲来证明。顽固，你留下。保姆，顽固。来这女儿做媳妇，你不请我相谁去？看顽固单朝沙漠，都成春一片心。
还有本地小心意，倒要看不惜是非一条心。还惜不知婆母后意，等他们来了再说。儿啊，好事好事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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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三儿子我家的全力举，蒙亲家官配延续的可惜，监狱佛罪还福音，千里重飞数年来。愿儿一命从天去，愿儿一命可敬佩。亲家思念女儿，你们小夫妻一同去吧，一同去吧。谢谢公爹。小红快准备出马，阵阵迎上。慢，否则太远了，不能去。哎，夫人，你要以孩儿前程为重啊！他的前程，我不是早有安排了吗？两边去，忠告侄儿听你体贴生娘所为母，只要无关这事母不难受，一关关这最好追。母亲，因必伤心儿不孝，上朝何该放风雨，同告要不曾相负，孩儿无数世期间弃官女。好，母儿从来从忠孝，愿立高堂为公有，磊落胸怀为父子，一生情在情丝。我们是给朝天子，莫把丞相视作贼，忠君尽孝方为谁？一生自豪立功配。母亲，我难道叫你去做吞官府里？婆母，万姑，这是你们夫妻俩的事，你也说说。万姑，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婆母为孩儿操心，本府不宜自理。那就快快依从啊！这是孩儿心有些担心您，担心什么？担心与孤何人？杀在行最深者，他受不了情亏一说，得罪丞相其后不想。哦，要是去罚罪你，母亲，否则多于忠义之事，恐伤恢复后山，可以拜托情惠一说。左一个一说，右一个一说，一说一说，看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都作为拜堂，我的一说。母亲，我出自你。我话出有据，此次是
是谁将无关的事告知佛罪的？今日又是谁将佛罪的人过来接你们的？母亲，去佛罪的业界是孩儿不义，孩儿师徒不慎，报国父门，心中郁闷。母亲是明白的呀。夫人，事关梦儿前程，你可要三思而行啊！来同无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儿子出余生，倒又为了不把长辈放在眼里，尽管当着我的面，事实上方才听侬一地几次事，无外不行。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行，我怎能不行？不大不行。伯母，与过去佛罪的言，定能他与作为。伯母啥是担心他顽童去佛罪，终情散碎，与无与故先生，还是宁愿留下。哦，照你所说，分明是我做出不仁不义之事，要我拆散你们夫妻。母亲，伯母，此话我事后担待得起。哎呀，夫人，你不要动心了。我一片不信妄自承诺，再三从他忠告为儿灭我前程，可问是他事实话写信去不罪，但我儿前程的究竟是我，还是他？母亲，母亲，谢若外面前面的满母亲之意，特别书信，实是陷我于两难之境，不得已为之。或许你太误他了。我虽无麻木之言，从未交之于方。自从你进门之后，破获丈夫，力荐母子之情，你哪有本店主小的小到自己心上？好狠呐！母亲，完美，完美。伯母，你四次看我，但为我敷衍一对。母亲，你们小夫妻好好听兄，母亲便是八瓦舍的再从，谁也不许定罪。从我从话还在后面呢，夫官不得去负罪，但问你倒可以为负罪去了。也好，免得有伤和气，让万古归宁团亲，却无后归来，一家人高高兴兴再团聚。不是团亲，是当问今生今世，谁也不许上门。母亲，完美。哎呀，夫人，这气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母亲，刚当不在负罪之人了。孔子家语有7出名文，不生父母，念得最差；不生儿女，父为最差；多开设是非，理清最差。他7出字条有其善，叫你出去合法合理。母亲，若与之情内事，你讨将滚牛亲生，你下不得这股狠心啊！他教唆你荒废人的冤罪高飞，可我心内只有无你出头之上，我杀不得娘娘，保不得太子。这股狠心，我是下定了。得罪从高不承担，轻亏不到出女来。母亲不到很怪美，深入出名且是
你曾夸我是天下最好最好的母亲，现在我就成了天下最坏的母亲。好，你铁心，我也铁了心。好，老爷，他不出气，我出家。夫人。
在，你们在，我也在，我也在。儿啊，你要到哪里去呀？弟弟，孩儿为国不能尽忠，烈士不能计价，地母不能尽孝，对妻不能尽命，长子难生，痴心脱离。只有披发上山，也要路了。愚公，老爷你是一家之主，求求你要拿个旨意呀！对，我要拿旨意，我要拿旨意。万姑，为吾看你们从小长大，你在娘家是个好姑娘，嫁进武官是个好妻子。你虽了无辜为穷，我见都明白。万姑，你千万要听得知啊！见夜上雷人儿，须见归乡。泪眼困花，夫妻俩情儿悲，听我声话。到此刻，我母真。万古堂，待我为婿转眼，已把万古接回家。
回吧，还要去吧。小姐，你的孙子小姐，梅花三娘来了。雷三娘，叫你送花来了，花姐接你。哎，不用不用，这是赵四大夫人吩咐送来的。他说这小屋里淋雨落雨，少夫人居住，叫三娘好生款待。一直出用不见，你只管问我要。多谢赵大官人，多谢三娘。小红啊，三公子有几天没来了？有7天不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哎，小红来，今天东门王员外因为落雨休妻，叫我替他女儿做媒。哎呀，三娘你，我可不知这上阴间的事，只怕夜长梦多啊！夜长梦多。夜长梦多，夜长梦多。玉哥，你快来呀！你快来呀！死在深渊，经历万只觉得心跳频频。寻寻觅觅，细细串串的薄命音声。等
要来，我亲自有所察觉，以身体多病为由，强迫我读书，不立足于我，哪里会读得进书？妹妹，我也是白天想你，夜梦伴你，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你。年轻神秘花花生，为求你冷落笑泪，两心不渝，长相守，一片苦心终须成。自从与君结离后，三生有幸负他君，不料相逢面前终失欢，身为儿媳谁不谁？我要为了虚幻分暖应翠花，也不为随风转途本性断，我给掉了快生快育原来呀，给不了率真天心怀一去。自从与君结离后，三生有幸负他君，我母亲儿子爱成仇，你也为生去来长来，我为母将你红绿绿无奈之举白天才完美却是与从远山寻美用美，再把身缘如果爱你啥事不了你，此生此世长恨泪，怕这怕举这举天空灯台，更是我堂问啊了你母亲
也不回头。玉姑，你还是放我回娘家去吧。完美，你断肠情发化成我心痛是家你泪三经我报生是我报得只有你高山流水见我遇当时经婆媳报应我情足于为难两不知出其本事莫聪明啊真犯下胡教育内心等待用明心我与你今生谁不了来誓言不断文梅，朝廷以兵符长将之策束缚被转，把你父亲也给我杭州来了。我弟弟来了，小红，快拿笔念来。文梅，玉姑，你叫我书信一封，叫弟弟为我作主。你弟弟为父之家撇列之心，儿女随其不空省内反复大事，还是我以发为文之名，疏通岳父同来，与我母亲以手足之情劝我。也好，那你什么时候走？小周就等在楼下后边。玉姑，我害怕从此分手了。哎，我三伏天去回来嘛。那你走吧。完美保重。醉了。
为吾到此问此一切，你快快受人印章，再为吾委屈吧。弟弟，如果刚去杭州，求你来劝我。我叫他到府中，他为什么不来？那是他母亲不义。这个老不义，教子无方，虐待儿媳，真是劝和。我今天要他赔罪。弟弟，如果与我情深意重，连我谁却背母离弃，这方去助于弟弟，杀是弟弟偏离虎心，不能忍耐，夫妻中原，再无一些希望了。弟弟，女儿，求你再忍耐一些吧。可怜的女儿，好，我忍耐。弟弟，一定忍耐。少夫人，少夫人，老爷夫人来了。哎呀，夫人，夫人，夫人，哦，啊，九弟来了。小弟见过继父。还是您这功的。副官司，你这次养病啊，小碎了，小碎了。继父，养病可在府上好啊。对，九弟呀，当我同婚一两配，私教子群分不开，举地情义生子配，正好结得万不为。开门见山好痛快，少子府中你自在，俱往不惧还紧紧，请送女儿上门来，请送女儿上门来，为何不领我之爱，做尊家为的儿媳，出凡之身在一在，你和国王家去他在，他不孝公婆不生儿女，上为土生在，全是灵儿死传来，外国有不言为，只是他领受家规。丈夫都女呀，离结母子远离开，从容不管不追去，现在不听娘安塞。我要他不追去，十度冤枉见成在，我儿死都累少处死你女儿一手陪。哪怕你儿子委曲认真，我不喜欢。当州军堂堂副统司的千金，不怕家风出去。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不许争吵，是你成家高不衰，我自才关乎我一同归。兄弟，走，老爷，走。儿啊，慢！中法岂能善意改？姊妹在马前破山，
我女儿当做卖身之妻。好，你今天当官把他这本税，我斩断你娘家之路，永不往来。爹爹。哎呀，求你，哎呀！好了，站！为这位帮我出人心之人，外妹她不顾横遭出情爱破天下，才把娘亲事做成。我已破江一谁功不成名不具，母子断情夫妻别离，生死乃相随。爸，你先希望才尽数，途经中原三贼再相见，还是山门深渊。
来了？三娘，这情这心，烦请你交情完美。此事只有拜托你了。不管，不管，回去吧。回去，也要为我安排妻子。欲要我去对抗秦桧，不管他什么情桧，我只要你母子贴心。哦，你要去福州，你就去吧。不管。OK 啦，当初我苦苦哀求你不让我去，如今倒让我去了。我不让你去，我们母子还能再贴心吗？我好恨呐！你要恨为娘不成？我恨我不忠不孝，我恨我报国无门，我恨我睡得太晚了。不过母亲身上黑儿百倍。难道他再也不要母亲？难道他再也不回来了？老夫人，三娘，把私信拿出来，这拿出来。中原莫绝望，对我3年，不怕他不回来。老夫人，这信能送吗？可以送啊！不过他写错了一个字，我来改一下。写错一个字，老夫人。
小后，赵大官人，你去好好照看夫人。是。归去一人，暂放泪温馨。吾今负心事，终难去究竟。杨泪上银子，世间飘零，到是为神医在，山河残秋难报还，大石应要佛追去，凡完美可专此愿避开，沉醉望谈句，往事是也不可再。为什么红泪一笔捧三元？为什么从头今世心不悔？为什么今天难不愿今生？为什么寒风吹着心中美？山盟海誓与在耳，生离死别空悲哀，
母亲来开门的老许在你中山我你这位相公要不要漫画？三公子，来三娘，三公子是你回来啦？你还是没好话。是啊，一身花柳啊，中间尚为三公子送花呢。乃妨啊，小女爷爷听成语，生下明早，没好话。对对对，在小屋里的上天少夫人眼里的事。三公子，我走了啊！回来。三公子，有何吩咐啊？是你该叫我回应。回应？什么回应啊？3年前同你送进士，事情为何石沉大海？哦，这封禁诗，我将小红交给少夫人，不料她弟弟快了说，这是一封家教书。三娘啊，三娘，我怎么对事结交你？是啊是啊，我也实在想不通，你们好好的一对夫妻，怎会一分两散呢？想必你也知道，少夫人也给家找三大户人。哎，刚才快见赵大户人少夫人又回来了。啊，少夫人来了。三公子啊，你从前的事你自己去问你表妹啊，我走了啊。三娘，三娘，若有师兄啊，师承兄，好久不见，今日因为师承与内子有缘，今日与夫妇一礼啊，请就一起饮酒伺候。请便。
公子，请用王等美具拿回去。三公子，这是小姐命我送来的，你就喝吧。莫非要我不喝他的喜酒？三公子，你可不要辜负了小姐的一片心啊！好个一片心，一片悲了的心。那么你的心意？我在金丝上写得明明白白，其生是肉，其心是肉，人为肉，谁不为花拳？从月遇上，待我3年。不对，分明是从月有上待我8年。我明明要他待我3年，说着了8年。哦，小红，快把吕三娘找来！不用找了。三公子，我说实话，那封金丝是你母亲拿去，请别给了一个丑事。像你这个谁子，怎么也会写错字吧？三公子，不要三公子。叫这母神，自私不渝心虚空，一生痛苦是婚姻，是婚姻从此绝望，他依从父命，给加了赵大官人。今日深冤重复，小姐将其送还于你，要与你永不相见。宁可是你愿他恨他，放
错。